托介芥蓝菜是另外托介幼面的系吗？它新鲜啊，它齐啊。那像志龙哥爱用幼面的对吗？对。睇下主讲上来唱哪两啥 T 啥？像玛丽雷梦露啊，玛丽莲梦露不是玛丽雷梦露。啊，你需要电风扇来让你吹一下吗？哇！我两包的炒哦。没有，好像在快炒店哦哈。它本身一开始是烘焙面包的。你学烘焙？你按台给我做个小蛋糕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讲乜噶？哦，那切猪牛。金上名嘅猪肉吧。天哪，它跟那个猪肉有一些藕断丝连的感情。欢迎，欢迎。握个手。猪牛熟啊！猪肉熟。哦，拼命猪牛哎。Hello， 各位天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明珠，我係白強。今日當歡喜來到桃園嘅楊梅啊大 V 嘅。哎，楊梅有其實會動到行音哦。對，而且這個比例很高。楊梅啊大 V 嘅動到燈籠哦。燈籠嗎？楊梅樹下雕燈籠啊。哦，你係買個是。你沒有聽過嗎？他有下一句嗎？我等一下接請師傅跟你講。好。先來朋友到今日評審欣賞，馬上來朋友到嘅係李志龍李師傅。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志龍。志龍哥你好，還有劉志玲劉師傅。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雪玲。志玲你好。前輩記係乜嘅楊梅樹下雕燈籠，第記係乜嘅？樹下也係楊梅。高音草。高音草，七草。楊梅樹下雕燈籠，真的啊？是就兩記啊？啊，對啊。真的，這個是在地的一個俗諺嗎？就會客家年都會講客家通謠啊。所以該幾時係講啱係行音出錯咧？就是有點。就是讓人大失所望。對。好了，歡迎到今日嘅茶水站，嚟到邊嘅係梁子阿嫂哦，歡迎到嘅係袁賢記、劉玉婷記，大家好。歡迎。還有鄭英香哈，好，3號咧，咱是今日翻到係表姐妹哦，正逢咱老贊秀花。大家好。哦，你好，哎，用會講海風啊？家下撈你學誒。哦，安家的。安家好。你會不會學錯對象了？他趕緊都好懂嘅。係啊。來，看下有冇兩隻手嘅感情暗號呢？係啊，床頭講下啦。床頭講下。都用乜嘢？特別有乜嘅好搞好食咧？有福星牧場。福星牧場。在生爺告水。還有小豬比賽。安靜在鼓手。來到呢個福星牧場，乜嘅都做搞到就錯。還有楊梅一日遊。門票嘅台灣。哇，佢家下講到間農場哦，是包辦的好食到好搞咧。唔錯。係啊，不過呢度楊梅啊，佢就嚟到為咗咧去搞，就買好食嘅東西嘛。楊梅嘅富岡老街。富岡鐵路街體驗哦，張哥阿姐，因為而家頭排有蒸汽火車，對不對？錯，香港要體驗老亞蒸汽火車，過140出來。你們有去看嗎？有。富岡老街，喺呢度富岡火車條附近啊。對，就是那邊哦。啊，楊梅老富岡係用在所在嗎？富岡都楊梅啊？用隻茶頭，用隻茶頭。哇！你看啊，四個姐姐咧講到有楊梅，有乜嘅好搞好食，全部都講唔會衰咧。中國已經咧來了就錯嘅，馬上上嚟可以係天出食材係乜嘅？楊梅有好食好搞嘅東西，凍到哦，馬上打開呢本大家看天出熱愛食嘅東西哦。芥蘭、芥蓮菜。哎，這個我很喜歡吃哎。好，來分享到今日中亞嘅芥蓮菜嘅牛年係詹一平、詹太哥是我好朋友哦。詹太哥，來。農魂啊！農魂哦，做港中人係嗎？係。農夫啦。歡喜嘅港中人，也給老太下來紹介一下，因為喺農場地度。全部冇食藥嘅，完全都沒有。係那個有機農場啊。好。用有機嘅方式來種了會困難嗎？看乜嘅菜嗬，種到乜嘅地方啦嗬。芥蘭菜啊，小白菜，較強蟲嘅，你要裝個溫室裡邊度去，會保護佢啊。用乜嚟就嚟托嘅東河嘅芥蘭菜啊？哦，嗱芥蘭菜嗬，看夾面啊，看有面嗬。對。因為嗬夾嘅表面有一層蠟質。哦。好，你要看你們睇紅，看啲芥蘭菜，
给它逛哈，给它逛，从你的数字母叶按胎哈，很容易成熟度它拉啦哈。差不多啊牛。成熟度它拉，按炒起来这蓝菜还有肉，还有牛。它香它甜。哦。而且我特别好食也逛的蔬菜。给它逛是有脆脆甜甜啊，然后是。佢正經同我種菜，佢種嘅東西啊，哈，我特別我住台北的時候，我婆會冇摘菜吧，我就跟他們買蔬果箱。哦。那是他們的正經農風。全係肉記嘅，好抗甜。對，他跟他太太很支持他。哇，凍好呢。我哋做有機做20年嘅呀。20年嘅哦。哦，啊，稍稍咧看一下，今日芥蘭菜做啲做乜嘅料理好嗎？好，來，不用等了哈。清燙的。銀幣咧，芥蘭菜就燙一下，穿燙過後，燙下試試看啊。好。所以托雞芥蘭菜之前我托雞油面嘅係嘛？它新鮮啊，它齊啊。那像志龍哥愛用油面做對嗎？對。哎，真的懂後生，而且呢，還沒炒芥蘭菜加一些米酒，都很好吃的，加米酒對不對？這樣才有那麼有啊，清嫩啊，清嫩清澈哦。芥蘭最咁好食嗎？好食，好食咯。阿小花姐啦，大家講一下。對你來講，我食佢嗰個感覺啦，吃到它的原味，凍甜嘛，凍好，不會有什麼負擔嘛。錯。哦，今日就拿下站太狗中央安站地位芥蓮菜，用下來進行體育館的料理挑戰咯。福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。用最低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碟，一家之主送菜嚟。哇！好，芥蓮菜呢可以來係一個家常便菜，可是呢，這變化出嘛料理，想看看呐，風吹嘅料理係乜嘅？澳筍菜炒豬肉絲，媽媽咪頭哦。好，探看一下，咱最今日會做嘅料理係乜嘅？芥蘭菜炒雞肉。好，這是雞豬大戰啊！對，豬肉雞吼，對，好食嗎？嘅2隻腳跟4隻腳好吃。哦，2種都好吃。哦，但係重點係咪頭啦？對。好，大家有信心冇？有啊。試下都會好朋友哦，你們要變起來了哈！比賽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開始咯。好，嚟呀，特別嘅困難咯。先看一下豬肉絲嘅。呀，幾年菜買年中誒？點下嘅菇？年中誒。年中誒哦。凍燉哦。係凍燉。澳筍的呀，好好吃啦，吃起來較脆呀，懂脆哦。這我非常喜歡吃芥蓮菜。像你下部哦，就有粗的部分，你們有先刨皮是不是？對，我先刨皮刨過啊，細有先切，還唔會落落啊，細批的。聽說我們雲軒姐呢，給比總等一下，有一擺到6樣嘅時間，他路過，我有看到一家之主。我有冇下嚟看啦，都一擺對我來啊，然後我報名。用媽媽你報名呀，吼，以後有獎金，有出去住安尼。哦，幫新年新年係嗎？錯。哇，他很厲害哦。來，姐姐你請講，睇下主講上來唱哪兩啥，聽啥？唱瑪麗蓮夢露啊。瑪麗蓮夢露不是瑪麗蓮夢露。啊，你需要電風扇啊，讓你吹一下嗎？哈？給你那個。是啊，哦，而且他今天梳的頭是奧黛麗赫本頭哦，赫本頭哦，顏色可能要染一下哦，赫本也是會老的，對，好，等下張都轉來哈，好，你哋做嘅係豬肉嘛，我哋做嘅係雞肉哈，而且我們用的是雞髀肉係胸部肉，哦，怎麼解有用胸部肉？韓倫，哦，好食。那你們咖喱係乜嘅款啊？地瓜粉，半舒服。半舒服。要什麼？我要那個米酒醬油一個胡椒粉。米酒、調酒咯，胡椒粉係嗎？炒。要先醃是不是？啊，看起來哦，我哋唔但嘗試就準備個上個辣椒哦，還有兩碼個辣椒醬，這是我的秘密武器。哎呦，我們利用咖。切嘅芥蓮菜粉是冇用油。對啊，我哋係用切的切的，切豆。那不卡咩啊？用切的。那邊切開油。那我們這邊下面也是有先拋皮係嗎？對。怎麼個有先拋皮？這樣口感會比較脆，比較好。好，來去我們那邊看看哦。
哦，係用燙嘅哦。誒，用燙嘅客家炒啊。啊，燙嘅唔會驚佢個變色咯。唔會，佢肯定會嗆嗆。嗯。會加油嘛？會啊。要加一點油。有聽見你用唔去安然啊？啊，佢都係備料咩？我都要切料啊，切配料啊。你用啥？感情暗好吼。係啊。佢說你報名就抽呀。我表嫂。表嫂花了。所以景定方向大家吼，咁但係嘗試就坐在電視機嘅前頭攞去看，做啲攞到現場。走過路過不要錯過。對。那個船頭會先，那個船頭會先跌落一邊嗎？會啊。成喲。有點基本上喺中馬街旁邊嘅條路啊。係哦，我退休真多年。哦。我喺做中興紡織的會計。做筆嘅。佢說等下炒姜哈。嘿。看起來動好些，我很期待那個動態嘅香菇，一定很多汁。我加米酒吼。要試一下頭油嗎？椰子頭油，要陷害我們好不好？悶一下嘛，我想說，說不定西方的做法不一樣啊，人家奧黛麗赫本。應該可以的，可以。好，我們先過去咯。黃色的。哦，光先表下去哈。哎，你咪就加香菇哦。有哦。哇！我兩包的炒哦。沒有，好像在快炒店哦，哈。有槍嘛？有哦。感覺到厲害。而且一講到快炒哦，逢咱姐很喜歡那魚嘅福哥哈，結果發現窮蟲嘞哈。快炒冰量多。哎呦，我想要這樣子。試試看，試看。哦。我幫你按摩一下。啊，人嘅秘密武器盲噶，盲等哈。老師，為什麼芥蘭菜哈，就像剛剛我們那個剛剛本來寫的是沒有花的啊，第六種嘅係肉花，口感上會不一樣嗎？還是？cái芥蘭菜啊哈，又快一啲啲花，炒魚都係嗰種芥蘭菜，冇同樣就適合多廣啦，又快，好好食。口感冇同樣，兩種咧口感冇同樣啦。那這種也會帶一點點苦味？唔會，葵花卡唔會。哦。該他期款，給自己幾分？100分。哎呦，按豆腐，人家想說滿分是5分呢。哦，真的嗎？那我5分就好了。咱們即刻講看。好食，100分。100分哦。它本身係一塊是烘焙麵包。你學烘焙？你按台給我做個小蛋糕。你剛才說什麼？你講乜㗎？那這位有加嘛？盲油，有秘密武器嘅錢係會？那個叫強下係嗎？因為它是提味的。好。你睇聽出我炒到脆脆嗎？蒜頭有，在地位都有。有先爆香再。真的很棒。好來，好，快炒100要起鍋了嗎？要。你的，嚟。哇！因為雞蓋下個蓋牛就先入口，跟那個偏離粉啊，它就香菇，所以會有點黏黏係嘛？滑溜嘅。對，它唔會夾薄啦。哇，差唔多嘅嗬。好，先來倒數咯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來吃吃看下體育館地圖，哪部卡米西較好食咧？哇！要吃雞連菜、豬肉、老雞肉嘅泰餐，先來試試看。2隻腳咯，2隻腳嘅分別。好咯，睇下來品嘗哦，哦，但上種皮嘅動向咧，一切哦，很甜哦，連菜況都濃潤，睇下中間呢，很好食哦，沒有，很好食哦，係啊，這個好咯，這個好，你滿意嗎？滿意啊，很好食咯，又唔會甜鹹，唔會甜鹹。你就煮個芥蘭菜吼，
冻豆水，cái香菇的冻豆水，这个肉吼没没卤诶。嘿，唔会啊。他们做的怎么样？棒，很好吃。棒。对。我们那个姐姐来讲一下。在冻卵，米头嘟好。米头嘟好。哎，冻好些。厉害。好，换蓝队的炒鸡肉，炒鸡肉来吃色可呐。好喽，太高了，吃色可呐哦。好啊。那你牡丹肠就加辣椒哦，它就加辣椒的酱哦。有吃的。再有辣。因为食到cái嘴巴地不会毒哈，就可是系食到cái芥蓝菜嘅那种香味，后来还有一点辣味呛出来。嘿。我剁手又烂啦。讲好食，讲甜，但係這位要較甜味。永清姐，给我们评价一下。好吃啊，好食哈。又甜。啊，咱隨時較講看。好食，100分。100分哦。啊，小花姐咧，你感覺咧，你知道咧？凍車哦。凍車。應該係講幾條做嘅，未係凍車。係兩片兩味啊，係兩片兩味。炸皮哦。佢講兩片都凍好啦，假使佢嘅品選哦，佢冇辦法分數咧。啊，是這樣嗎？好，競爭嘅時間到了，馬上呢，先來搶你嘅資料師傅搶分數。好耶！啊，謝您拜託你嚟好搶分數。哦，就日本哦。對，資料師傅搶公平。兩片攏炒得當好，啊葉片呢，伊米記就點一些水落去翕一下，所以家個切個甜哦，我吃到比葉片較帶出來。啊葉片係用油去炒，冇咁炒凍香，但是吃到冇葉片按切用嘅，所以我選擇葉片。啊謝您姐咧？我吃到吼，葉片的吉米的主角係橄欖菜。啲肉長豆皮料咧，肉香菇就好，有肉糯米，肉長豆皮料我感覺冇按清爽啊。葉片咧食到下清爽，又加個米絲，啊葉片咧又佢用米酒去現炒個頭，個頭的脆度，肯定有米酒的香咪肯有，有香度。啊，我你做嘅辣椒醬咧？做得。哇！你被高手講哦，做得咯，做得啦，哇！恭喜！好，呢次呢可以來係家常便飯嘅菜式，唔過呢，大家媽媽煮出來呢，都得到當好嘅評價哦。不卡呢，未來吃做看啊，啊唔過呢，今日要看一下簡單呢也嘅幾連菜，啊志勇師傅要做嚟帶來乜嘅4個料理俾大家來分享咧。中埔素滷菜。好。要到誒，志勇師傅來表現嘅時間呢，今日嘅菜名係乜嘅咧？今日要做嘅芥蘭海鮮濃湯。你的專業，會散。今日係煮湯吼，就買個食材咧。蝦仁，蘿蔔乾，紫山藥，紅蘿蔔，便利粉，椰糖，洋蔥，個呀花枝，高麗菜，芥蘭菜，哎呀吐司。一般人芥蘭菜係用炒的，今日我來打成泥，可以做西式海鮮濃湯。你係牛腩吼，純奶牛腩，下嗰件全部攞去湯。哦，要開背的哦。我做嘅西式嘅濃湯啦，好，睇下可以下哦。哎，係咪提這白豆芽節目吼吃到濃湯啊？好像是。明白嗎？一般係用奶油啊。我想比較健康就不用洗幾多。好。冇50條度啊，洋蔥先不用落去煸啊，煸不香。所以大家做西式濃湯最主要味道就係到太重頭，然後也會散。洋蔥先煸過。呢排佢有標嘅蘿蔔乾呢？蘿蔔乾都切了不？也係我食嘅台灣那個鹹豆漿嘅想法。哦，對。我做當鐵片，有冇咁樣嘅感覺啊？也是加入客家元素，所以就感覺冇乜咁樣嘅，就唔會完全西式嘅方式。反正我發現到，因為咩鐵片哦，好嘅蝦仁啊、花枝啊，就尤其這兩種誒。我做海產嘅。哦，而且我海產判就其他的種東西啊，這兩個應該比較好入菜哦。玻璃菜，
那盖下冇門到吼，那個打成泥啊，就加水嘛，然後就是全覆蓋芥蘭菜，不用到跟水果機。一水的呢，調理機，調理機，大的桶都會。大家有問題嗎？姐姐。有問題嘛？都難記。想講一下嘅牛奶也係奶油啊。牛奶，全奶的哈。哎。有些人又掉英文溶該，就是那種鮮奶油。可是那很油哎，沒有，我就不敢喝了。所以牛奶好清爽啦。對。加水嘅容易係嘛？香奶。哦。梗係湯係嘛？哦，主角來咯。主角來了。呀，芥蘭菜。啊，邊個叫做調醬？哇，漂亮。然後食水就會凍醬。係啊，這好漂亮。師傅，我有一個建議哈。嘿。可能有點挺少的哦，等一下一人喝不到2口。2口差不多。啊，主要係我分呀蒜香麵包。哦。它裡面真嘅不收糖嘅，它是有點蘸醬的。對。誒，冇芥蘭菜做得用嗰樣嘅國菜嘛？國菜咩都得。一樣。因為今年嘅主題係芥蘭菜啊。哦，係啊。用芥蘭菜、用國菜攏都得。因為全部有季節性嘅呀。其實強色的菜類攏都得，哎，注意了食水凍醬，而且凍天然的食，對，不會對身體當偏口。家下師傅嘅挑梅哦，是就加鹽嘛。係。都加鹽啲呢，個加一些糖。100塊錢樣煮。看冇同樣嘅方式。因為一般你客家人冇食啊用嘅，用牛奶煮湯啊。用牛奶煮湯較食。啊，不過生嘢筍奶拍就好食咯。所以我會同佢食。那你把筍奶講阿婆，我喝濃湯，阿娘就會煮比食咧。呢輪唔會腐腐嗬？唔會。唔會啊。當貼嘅。其實用按簡單哈。當簡單做嚟嘅。哎呀，白炭。哇！你要食咩係嘛？嘅食咩？木瓜葉。那師傅從應該那個吐司啊，該當包有嘛？該東西啊？意大利香料，然後蒜頭粉，還有蒜頭酥一打油嘅，變上去嗰個鹽、胡椒粉嗰個去烤嘅。你請下做嘅哦？係啊，厲害呢！誒，你咪開間海參嘅串湯？係啊。啊，你用唔做按多細串啊？我本身係一開始係烘焙麵包嘅。你學烘焙？你按台給我做個小蛋糕。你剛說什麼？你幹嘛㗎？你不會聊天啊你？很不會聊天哎。所以等下不請我吃的哈。我馬上拿我講法。哎呀，我不敢請佢杯來冰上去。哇！大家應該請要食過嘅濃湯啦，冇食過加嘅菜條乾嘅濃湯，係哦。那鹹條呢？那鹹條呢就要有咩 ？OK，好。裡面芥蘭海鮮濃湯。阿陽就好食咯。馬上嚟，最後先來出題目，看一下哪組做得到咯。來，按樣板呢來出題一下芥蘭菜的腐米。A. 先泡鹽，再來炒。B. 用一下蔥油來煮。好。先來猜拳。猜拳，來。馬上來猜拳，你要拍馬上來猜拳。猜拳啊。對嗎？啊，好來。好，來，我們邀請到奧黛麗·赫本哈。好，過來，好。剪刀石頭布，好，我看一下 A 也係 B。幾個啦？芥蘭菜腐梅哦，要怎麼樣去掉呢？哦，答案是 B。哎呦，用湯腐嘅油來煮哦。是用鹽巴下鍋泡。哎呦 A， 所以兩組的想法都冇相同哈。知道呢？也是 A。玉婷姐妹做 A， 呢啲想係 A 呢，我們堅持係 B 係嗎？係。好，堅持係 B，到底答案係 A 係 B 呢？答案係 B。哦。做乜嘅嚟咯？記得講一下。湯姆森的油啊，都煮嘅時間可以出題啊，芥蘭菜腐米。喺入面呢，
其实炒的时间给油温用也给人出来较无安抚，哈，所以不卡卡是无天神的通风性的油，像猪油啦，也嘛都可以买较皮的猪肉来捞包去煸香，然后油煸出来以后，再去不用给人出去炒，就会无安抚。哦，原来黑暗的哦。海鲜啦，用来通风性的油。那我们就赠送你一罐动物性的油吧。谢谢。可以动物性的油啊。有咩油呢？哦，那切猪肉，金上名嘅猪肉吧。没啦，它跟那个猪肉有一些藕断丝连的感情。欢迎，欢迎。握个手。猪肉熟哦。猪肉熟。哦，拼命猪肉哎。哎呀，拍摄啦这啊，现在是看到浓汤哦。我请你可以吃哦。当然没做得啦，还是让感应哎。可是你是皮跟银呢。所以等一下哦，是热是好嘞。哦。系哦，那个热热我们系太夫妇应该热热哦。对，黑一半。对。哈日没日啥日得咯。啊，因为很福哦。怕你赚你不卡卡住。系啊。而且奥黛丽·赫本应该传动豆签呐，应该有食过嘞哦。冇呢，唔是食过呢。哇！要讲汉做的是豆豆吗？做的。张伯谦，你真的觉得自己不够胖哦？哇！没有，看到很好吃喽。好吃。哎，安用做嘅芥蓝菜哦，真嘅唔会腐呢。真的。唔但是唔会腐哦，汉做的是的话，那个奶味。当然啦，有加牛奶啊。可是那个奶味好重，冇加红豆水啦哈。哦。还比你牛奶较重啊。木兰姐，你讲看啊？挺好吃的哦。用白米头啊？中西合并的米头。哦。加个萝卜干哈，有个客家多层次的那个感觉。冇同样的层次。Q 感哈。但那雪玲姐吃到嘞，香气是很够的，香气很够，很绵密，东香。冇说唔会 healthy。真嘅哦，难知道哦。来啊，姐姐吃啊。还没有都有成哦，会降cái芥蓝菜嘅味，它会怕那个味道。不过用两种嘅凤仙哦，浓汤来做，好吃。金蛋酱看不出来，佢系芥蓝菜，韩国嚟嘅芥蓝菜味唔会暗藏，对不对，玉婷姐？对。哎呦，你两三很素嘞。怎么了吗？真香呢。加萝卜干真香呢，真香哦！我嗰個有面包咪真好食，真香，真好食哈！啱過頭前咧一畢業咯，睇住架水杯麵我餅起來咯，水杯麵出料理，結天今日馬莎酥、馬莎天呢秒，馬上就會進行水杯麵館挑戰。我是太總譜，用嘴運用接力嘅方式，就自家嘅口味，做出自天嘅菜色。喺之前都唔知接力順序嘅情況底下，兩嘴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，撒亂紛麼？到底哪嘴仲係真正嘅一家之主呢？你誰來上菜了？好，水杯麵館料理接力水咧，好，先來公布一下菜色嘛該。我做埋嘅菜色咧。客家炒面。哦，哎呦，我好喜欢吃这个，最简单咩？最困难呢？老胡椒粉。对。而且我跟你说，苗栗人最爱吃什么？炒面。真的，真的很会炒。很会炒是不是？很会炒面。那就第2棒喽。啊，我们吗？你啊。啊，不是，我们决定一下嘛。好，现在看一下。好，给你先选。走，看一下。我选这个好了。1、2、3。哦。天盖，加油啦！加油啦！加油啦！叫啦，吼，看一了。那我这个。前用系吗？不要。1、2、3，真紧呢！激动袂前用哦，真紧激动袂前。肉还没切好。好了，加油！唔怕，我们身经百战。好。好，马上就来进行最关于我的料理接力水。好，假使菜价圈准备好了以后，就会倒数了哦。3、2、1，抢开始！好，先去看一下民主节切猪肉来切猪肉。姐姐过来啊！哎呦，怎么感大概不现实啊？切片啊！哎对，按键嘛哈。金上名嘅猪肉吧。嘿啦，
它跟那个猪肉有一些藕断丝连的感情。看用做得冇？我跟大家讲，某轮哦，民主这切动用版哦，全都要按挪一下。切片。哎，你要算几度？你个节目档哦，提这摆切猪肉。没有啊，有啊，是不是？哪有啊？我刚怎么听到阿美讲阿美呀？其实切得很好，而且你还有发现哦，你是切逆纹哦。等下还会再切。好嘞，拉嘞，贴等，用贴等做。来，两位姐姐，请改变你们讲话的方式，多点鼓励。贴等，哎，这样子切嘛，没有大碗大黑的。哎，我不敢切猪肉。卫生纸不用带，你等会染不我们染到。好，我不要破卫生纸。哦，来，让你发抖一下。切他夹底位。切他夹底位冇你来加下咩講？我俾鼓勵。按嘟嘟好，我個狗耳看就係撚出嚟。做得。唔怕，聽切，因為記得哦，切豬肉是打從動作實驗的。你個豬肉有先入過嗎？不是。哎。但是我們等一下要煸豬肉。我先煸過。因為我想說炒麵哦，大家全部炒，不過我炒到不下個味出來。就難煮哦，但是你看我們用的，等一下用在豬肉的表油進來，還有那一碗我們的秘密武器。對，你要馬上表個油蔥。愛吃個表的，雞油做的。哦，雞油啊？雞油表的，就是那種那個95加滿的那種。雞油。專門做飯。幽默。哦，啊，等一下嘅炒麵哦，因為非常有可能係捱來炒。等一下有沒有炒的一些技巧，都得先教我。哦，先豬肉要先煸必上，豬肉先煸必上，然後煸香菇，香菇也愛到上面煸出來，好，然後煸洋蔥，步驟1、2、3。好。啊，小花姐，我大家講一下，我呢個炒麵要買嘅食材。我呢個炒麵要豬肉絲、香菇絲，還個蔥頭、年紀切絲嗬，個倆。高麗菜，啊，怎麼個全會切絲啊？因為個麵條係一條，要搭配一條。啊，你們不要說那個油蔥沒有蔥，這我們做不到哦。主要的食材配菜，嘅蔥嘅都盡量用蔥嘅去配嘅，對，唔係蔥硬係上嘅講一條咁樣嘅。係啦，啊，李榮沙師傅昨天建議一下，你們自己好食嘅口味係偏向哪一種啊？總咧你喺度試題咧？不行，跳講。總咧跳講啦。啊，因為有啲應該好食，鹹啲啲嘅炒麵，有啲應該好食。香啲啲嘅炒麵，有些人的炒麵還有帶一點醬汁水，可是有些人喜歡吃燥燥的炒麵。那你的眼神透露一下，還想要故意看一下民主，還想要關心佢下。哦，先幫你皮了一下，等下長過來哦。好，切，有過來咧。哎呦，豬肉切好咧哦！好咯，都唔壞啊！你兩三間下要幫佢總上鼓勵一下嗎？啊，要。天意啥？先勾芡。好，快啲吧！好，加油！雞蓬蔥頭係切夾邊嘅嘛？嘿，切白邊嘅，切夾邊嘅。誒，夾雞邊切夾邊嘅呢？切夾邊嘅嗬。誒，夾雞邊用雞油邊嘅，一邊用乜嘅油邊嘅？用豬油邊嘅。用豬油邊嘅啊！誒，香味冇中央啊！誒，香味冇中央。嗰度。我先煸嘛？煸豬肉。前後豬肉煸香了。那個火開大一點。好，你先做哈，等下大家都進來哦。好。誰關心一下伯謙啊？歡迎。握個手。豬肉熟哦。豬肉熟。哦，拼命豬肉誒。很痛哦，來給他剪的。好了，給你擦一下。不要，到時候也不是你洗啊。對啊，很涼了。好了，我們的撇布哈，是講因為炒麵大家全部炒啊，不過你聽我別出香來，係嗎？對。姐姐有看你節目嗎？有啦哈。你是忠實粉絲。他是我的粉絲哎。我是明珠哎，你看我一看到叫明珠。啊，你也係粉絲嗎？嘿，也開始。也開始啊！
应该还没安用讲，因本来动态做分谁啊？本音比甜食还好看。那到底电视有多难看啊？对哦，你把金用来唔敢行咸係冇？爱体管哦，爱体管。去安咸啊？意思讲个体育馆个操作老也无关系的，他迄操无迄保鲜的问题。当然是啊，当然。没夹问题的。好像有一点要烧焦。哦，所以你还关，我有关小火。所以得香菇咧。好，香菇吼。你还照香菇就进水咧吼。泡过水的，早会较香啊。不卡动接做呀，较干净的炒面哦。难食噶哈，难食噶炒面，炒米粉啊。你没什么看头哎，我先走了。那我要表演挑拨吗？不用，谢谢。继续加油哦！加油！我们要考他，播出时间还几点？3、4、5的下午3点到4点。就动碰牌吗？有。就燃刀吗？有。冇。你講你一菜啦。哦，有。哇！那个最后面。隔壁还有标下邊呢，係冇？有哦。嘿。隔片冇標，一片有標。如果玻璃菜我嫌臭啊呢。嘿，玻璃菜當會熟。不卡動只炒面冇？我有冻猪頭做炒面，冻豬頭就係炒面。它瘦米色，番薯青菜色，如果它加煮面，再放一點水。哎媽個。水。好嘛？好了。我有調米嘛？還沒有。還沒。那個面可以放下去了。可是跳油會炒比熊嘛？係啊。跳油會先炒比熊嘛？不是。那個這個香料放下去，香料先放下去。香料先比炒啊好誒。那切就會跳油啊嘛？這個，放下去，加一點豆油好不好？還不要，等它那個加。很急啊！你咁堅持。我很急。你咁堅持。因為其他就很在意這個醬香味。要跳油迄個冇炒過會發現唔會香誒。有劈到香米嘛？有哦。有蔥老下比當香。哦，那個面可以放下去的。哦呦，來去看薄切一下，好，加油！那個放水。好，要動碰牌嗎？有。要燃刀嗎？有。冇。你講你一菜啦。哦，有。第三啥準備啊？我們辣椒係嘛？我們有油蔥哦，那個跟那個沒關係。姐姐幫。第三個係馬莎。哦，終於換真正的大廚了。哎呀。抽油煙機開下去。油煙會不會太多了？其實唔會啦。我們剛剛有討論，現在炒不香。炒比香。比香哦。一烘慢慢飆，總得全部就飆下去，對不對，姐姐？對。安用煙還香，還有層次感。我幹嘛？玻璃菜哈。啊，你睇玻璃菜馬上切到暗好哦。唔啲馬上切咧。你哋下掌開始總嘅粉絲哦。粉絲哦。你會不會覺得相見恨晚啊？會嗎？係咪當然會看？當然會看。但是佢冇講一定會看。等一下，我們要考他，播出時間係幾點？3、4、5的下午3點到4點。重播時間咯，一下。對。重播時間。拜4、拜5、拜日嘅首先挑幾點？早晨咧，按摩hand啊，係10點。哎呦，尬燃沒有？我們剛剛不是講說尬調酒？那個也要等一下，這是糖還是？因為我怕會不夠。該好係，這個是燃，還有湯。加水。哦，香氣出來了，好厲害！好，選過來咯，加油哦哈！哇，我們炒好了，炒好了呀！吃米頭。那感覺福州粉都炒好啦。福州粉做的豆豆哦，它也算是一個經典啊，靈魂。夠嗎？赫本，你覺得這樣可以嗎？可以呀，好咯。哦，我們就好了。好了呀。好咯。要水要送嗎？有啊。油水加是魔術哦，會有一個嗆味。有啦，可以了就有酥嘅呀。好，差唔多嘅哦。那邊再看一下哈。來。哦，家下咪要加水。要。要哈。要放咁辣睇哦。
我觉得他们收汁收的很棒，那个面啊，全部都稳都该搅。加油哦，姐姐。对，我的也会，我的也唔会。会快的嘛。哦快我靠后边。哦。你用呀，你用啊。对啊。咱又可以分量多诶，哇。这样。是不是油量多诶？哎呦。都在嘛？都在。你是不是读什么华冈艺校的？你永远还会表达。你有学肚皮舞哦。吃米头哦。听说英语哦。我卡住牺牲面诶。哇。冇简单。好，我们先倒数了哈。一定要入味哦。吃米头哦，哈。呼叫粉哦，尬哦。知道。要翕解下。 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看下最杯米馆奈福卡真系列太重普嘞。哇！炒面，系啊，客家炒面哦，系客家嘅经典料理，我相信两盘一定都好食。嘿，各自不卡卡。关于还好奶家嘅米头丁丁，吃看我红木卡。哇，看起来是冻酒豉哦。大家讲下来哦。好。哇！哦，香都炖掉了。好好吃哦。好吃。 做什么？好吃，有香嘛？我刚才是听到雪英姐说好吃吗？没有。哦，通常我们师傅都不表态的哦。但肯定好食。好，问一下咱嘴，感觉记得做的好食吗？好吃，挺香，挺香哦。挺甜美。哦，好吃。真的。好吃哎。喜欢这类讲起啊。冻银梅哦。冻银米哦。他就已经为比赛时间冻短了哈。昨天做出安用的料理，一个赞呐。 安是谁啊？果然是赫本，果然是不要路过，哎，不要路过哈。没有。啊，我这蓝水看呐。好，客家来是客家炒面。那你做的好燥对哦，他昨天写出了一个那个油葱，我们有几个别的油葱。 它又加给副掉粉好豆豆，油葱啊！而且我们用的是盖油哦。哎，真嘅用家妈妈面头都冇用用完全冇用哦。那家下讲吼，我呢个做为调燥，结果唔会呢，也很顺口。知道用吧？好吃，差唔多啦。好吃，好差唔多。哪一个好吃？啊，时间问一下啦，我们自己做的怎么样？好吃。嘿，还有嘞。 香，还有嘞，银梅还有吗？还有香葱，是那个香葱鸡油的米头。嘿，小花姐长来讲一下。中央的皮料吼，不过我知道，我这片煮的较顺口。皮料系冇强咯，我就系用冬天的玻璃菜，大概就是多吗？哎，景英，因为我觉得这边我们吃起来是起来吼，虽然个酱冇像改片好多，不过吼，哎，紧是紧甜的。 真的好吃，照戏啊！我们也自己给自己一个赞，赞！又到了金钟的时间喽，都带奈福卡的炒面的师傅卡中医，马上呢先来抢资料师傅抢分数。蓝青，好，大家来看一下谢玲姐抢分数。还没有如何偏手？来听听看，是吗？对，有偏数啊！啊，资料师傅全公平哈。两边拢。 真言都有妈妈的特色啦。俺係今日我要先一片看目前面，因為佢有炒到全部都有做到，但是我供應吃到挺好。因為炒面一般都是面色炒粉炒飯，拢會緊實啲。天後 OK， 天後第三後樣啊，就吃到呢米怪。哦。又較油，個又較鹹一些咧。啊，一片較無按油無按鹹，個。 這個面是嘟好油條啦，嘟好條，你他們一時之內就跳硬嘅，所以同適合嗰種口感，所以我會選擇樣。時間做到凍準啦，吼！啊，謝玲姐咧，我會選擇兩嘴樣嘅問題在哪裡嗎？因為這個帶下去咧，夾面夾無pan嘅度帶下去咧香氣凍足。 哦，凍足，這個又用蝦仁啊，又炒又黏味嘅啦，又黏味。 兩片呢咪做咗凍河，問題我喺嚟食到吃到，這個面線嘛，冇凍調到啲度去，哎係
一下很软一些些咧，会下拄好，会很软一些些下拄，这香气还能冇两片的香气安啦，按椒。两片的香气还足哦，炒来咪整个异红色啦，因为你看甜土是洋葱的甜度带出来的甜。哇，所以看起来两个师傅嘅口味冇强容哦，喜欢吃的面的透度没冇强容。冇错，好啦，今日呢经过了一番的对决，过后呢成绩已经出来嘅，两次都会得到2分，恭喜平数哦！恭喜！恭喜从吹得到前5元元的加菜机！恭喜恭喜！谢谢你们，咱准备做得到1500克嘅加菜机，恭喜！恭喜！马上先来抢那个走过、路过，但是没有错过的云轩姐老太分享一下，你要不要参加心得好吗？今日当欢喜对，结拜对阿哥看到，想讲也唔定那就如何来参加呀。到我来看到。起埋講媽媽唔去參加也好，望我講好啊，都先前所嘅就搶下來也參加也好咁樣，今日當歡喜，心想事成咯，超，恭喜！好在你有路過我們張世忠鳥不卡後面西哦，係啊，你有聽知道你太假講一下要不要參加心得？要不要如講我所來小藝來話，我只是我咩唔知講有按樣嘅機會啦，結果佢人啊講過後啊講，我無請為主要就料理啊嗬，講唔怕就試看呢，結果來到呀，真件我係學到青島。恭喜！恭喜！两位姐姐都亲自塞哦。哎，真的，好啦，撒下你们问一下哈，咱虽哈，我们的姐姐啊，虽然看起来有点小李哈，不过哈，还未当欢喜啦，攞大家講一下，今年攞參加嘅心得點嘛解？神夢客家天使台本來就機會，我第一擺是過客家天使台。哇！我的處女座，真歡喜，真歡喜，有了經驗，人生難得的經驗。佢家下講啊，佢係提這擺韓國去嘅時間是看到一家自助。聽說你也是，是不是？我也是有路過。他是我的粉絲。對，我是他的粉絲。佢家好講哦，就是他提早來，我們錄第2集的時候，他也有路過。對啊。對，放啱呢韓白咋個來好嗎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再錄過嗎？錄第2次。好。喜歡這做啲老大家講下，今年你參加嘅感想嗎？神夢咧客家天使台本來咧就機會來參加咧一家之主咧個節目，因為參加咧個節目，本來認識咧一家之主嘅節目，我青島嘅親朋好友，我要介紹大家一天準時到下晝拜3嘅3點，準時收看人家一家之主。好。唔單止安用哦，還有親密嘅親朋好友，會一起加入北캠嘅粉絲團啊！錯，係，所以冇問題哈，咩事就你兩三哈，咩啊兩三，兩萬三，好，你講嘅哦，好，好，再加2塊錢給你，好，謝謝。好，今日當歡喜哦，做啲有請到按讚到嘅媽媽姐姐，叫下來到節目當中來分享。鼓勵呢各位觀眾朋友，喺個你當中意嘅呢個節目。大擺呢都有數看呢發夾，做到名錄當個看到一條報名嘅資訊，非常喺個要談到親戚朋友，老你超家下，就不要遲疑了，夾來報名來參加哦。係啊，每間吼湊到係填實際嘅前輩咧，夾那些填法打一下以下的電話，是做啲報名成功咯。我們抽一家之主，等等睇起家 Q 下來報名，一家之主，你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